咱头拄则有讲到美国纠结中国的关系，主要就是因为这中国先不满对等关系，在暗宣布甲美国的产品加扣50%，提关到84%，所以讲这美国才会阁接续落出招。因若是欧盟迄边是要甲美国的商品加扣25%的关系，大部分拢是锁定伫咧执政党共和党主政的州所生产的产品。美国中国互加关税继续报复，中国提到报复长期，佮表示会伫世界贸易组织 WTO 争端解决机制之下，控告美国上新的加扣关税措施。中国人民的正当发展权利不容剥夺，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不容侵犯。我们将继续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美国原本对中国加扣54%关税，和中国报复34%，川普阁增加50%，总共税率到104%。中国输人唔输阵，也加扣50%。美国所有商品进口关税提悬到84%。不过，川普的上新动作，阁将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提悬到125%。世界两大经济体关税战进一步白热化。同一日，欧盟也出手反击，批准对美国差不多210亿欧元的商品加扣25%的关税，用安尼来报复美国。伫顶个月对欧盟钢铁也有阿鲁米制品的15%加扣的关税。It targets very specific products, like soybeans, but also some products which are especially produced in states which are qualified as red states, so the Republican states. So there is a real sense of trying to target and to harm those states which bring the greatest support to Trump. If we look at the experience of China, which has led to an insane game between Beijing and Washington. 欧盟执委会声明，若美国同意公平平行的谈判结果，反措施随时应停落来。中国向世界贸易组织控股秘书长伊维拉表示，美中关税大战可能和这两大经济体之间产品贸易大减80%，进一步拖累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